2021年12月24，印度独立运动的圣雄甘地做印度各大党的头人。当时甘地替印度解脱英国殖民统治，用禁食抗议英国政府对印度的压迫，争取民众的基本权利。1984年12月24，就伫咧台北世贸大楼的开工典礼，当时经济部长齐律德甲时任台北市长杨金章作为主持动土仪式。这栋34楼高、地下3层楼的大楼，使用当时上新的科技施工，4年后起好完工。2003年12月24，美国农业部宣布，华盛顿州有2份牛肉，伊的检体拢验到小牛症。同款的牛肉作为送去英国实验室检测，嘛拢验到阳性反应。这是头一摆证实美国本土出现小牛症。为了包括台湾、日本，都宣布禁止美国进口牛肉。